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乐乐小虎丢，帮助红火龙大作战。小红红镇的烫烫山顶，有一只红火龙。红火龙几百年来拢困无好势，伊困无好，心情嘛无好。伊心情无好，就一直咧受气。若受气就喷火，若喷火就还镇来烧红红。就即马，红火龙歹性地一直咧哼袂停，若哼一解，鼻孔就喷一解火。伊嘛想要较早困的心情较好，毋过倒是困袂去。看来要解决小红红镇小红红的问题，爱先解决红火龙困袂去的问题。我认为心讲得对。冇对。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哎呀，无安尼啦，红火龙，我来甲你想一个好办法。乐乐瞪胸坎安尼讲。乐乐的好办法是，困袂去的时阵，就用运动消磨体力。乐乐把四那骹球摕出来，一骹甲球踢甲远远远。咱来比赛，看谁先捉到骹球。乐乐安尼讲。哼，这有啥物困难呢？红火龙回应。身躯大片的红火龙下一步，等于乐乐走几若步的距离。无论乐乐走甲偌紧，捉甲偌拼势，拢捉袂到红火龙的骹步。等咧，而且红火龙佫会飞到空中接球呢。我踢！嘿，我接！哇！规摆安尼踢落来，红火龙也袂忝。乐乐家己就已经忝歪歪咯，伊大气喘袂离讲。袂用的，这个方法无好。刷落来，换康康想办法啦。伊讲：困之前应该保持轻松快乐，食物件上会当互心情放松啊！伊用万能调味机做出足侪好食的料理，烧牛奶、红果派、巧克力豆金蕉鸡卵糕。哇，看着真好食！红火龙喙烂插插地，一喙刷一喙，食袂停。康康看到红火龙食遮紧，赶紧一出菜刷一出菜，做出搁较侪辅料。结果红火龙因为食伤饱，腹肚胀甲像大的红鸡龟啊，若像就要爆炸。袂用的啊！我的腹肚伤胀啊，安尼根本困袂去啊！红火龙愈运动，精神愈好，食物件嘛无路用。吉吉想讲，凡说是有别个原因，互伊困袂去。敢讲是红火龙先生？敢讲你会惊暗？红火龙一个听着，随踹一条，细细声讲：“你哪会知影？这是我的小秘密，你绝对一定保证袂甲人讲哦。”无问题，我来做一个物啊，互你眠时袂阁惊暗。吉吉安尼讲，吉吉设计一个夜灯，佮用超级工具手骨硬一片红火龙身躯顶的发光蓝片。放入去叔叔斗做的灯座内底。赞啊！这声绝对无问题啊！原来你拢听到啊！等到暗时，夜灯发出温暖的光线，大家拢咧等红火龙乖乖啊，甲目睭闭起，
是讲看到大家痛个期待的面，互红花龙感觉足歹势。恁规阵人甲我围咧，我困袂去啦。就安尼，大家拢先离开，个性体贴的心心留落来陪红花龙。伊若像咧摇红婴仔安尼，真温柔讲。咱来算数字，看算到第几个困去啊？一粒火龙果，两粒火龙果，三粒火龙果，四粒火龙果，五粒火龙果，六粒火龙果，七粒火龙果。大家又看卖，红花龙算到第几粒火龙果就困去啊咧。赞啦！红火龙困去啊！红花龙困饱，心情就好啊。袂乌白喷火，小红红灯嘛变甲足亮的，袂阁烧糊风，嘛袂阁欠水。即马是舒适的温暖小店。这即马变个真舒适啊！哎呀，店内照顾无遮尔热烈，阁充满笑声。是啊，叔叔，真多谢你的朋友，有影甲阮小店做斗相共呢。对，乐乐、星星、康康、吉吉、康吉、乐乐，真多谢你。叔叔小姐，你是不是袂记你啥人啊？啊，对了，也阁有上过水的彭乐乐。乐乐甲这阵朋友看到居民幸福的模样，认为甲别人斗相共，真正是足欢喜的代志。刷落来，因会当安心开始新的旅程，继续去找找歹朴素啊！哈基鲁鲁，呼噜噜，乐乐小虎丢 ，Ready。